有人说，我们中国国籍是全世界最难拿到的国籍，老挝国籍只要花点钱就可以拿到了。事实真的像他们说的这样吗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老挝非你所想。因为我本来就是中国国籍，也从来没有去了解过如何加入中国国籍，除了知道我们中国是不允许双重国籍的，对于其他的情况我也是一无所知。不过在老挝13年，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加入了老挝国籍，所以对于加入老挝国籍的一些条件还是有一些了解。在这里，我想对那些没有出过国而也非常爱国的这些小伙伴们说一下，我做这期视频没有要拉哪一个人来加入老挝国籍的意思，只希望从我的视频让那些有需求的人了解真实的老挝，而不会上当受骗。就像有人问来老挝养老，如果您是靠点养老金就想去国外养老，那肯定是不现实的。你要知道，去国外养老的人不光只是有钱那么简单。就像说我身边认识的每一个正规流程加入老挝国籍的中国人，这些人每个人在老挝的资产都是过亿美金的。老挝跟泰国一样，同样都是非移民国家。老挝比泰国更严格的一点是，老挝是不承认双国籍的。我现在所在的小区是老挝万象的塔峦湖经济特区，这个经济特区的开发年限是99年，这片土地上所有的建筑都是永久产权。在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当中，他们最大的一个优势是，在这里购买20万美金以上的房产，可以获得老挝永久居住权。这里大家一定要听清楚，永久居住权不是国籍，你仍然持有的还是中国护照，还是中国身份，只是可以在老挝永久居住。同时，您将拥有一本红色的户口本，当地人称这个户口本为华侨证。拥有华侨证5年以上，您才可以申请老挝户口。申请老挝户口也是有一些硬性条件的，比方说必须会读写老挝字，会说老挝话，会唱老挝国歌，了解并且接受老挝的风俗习惯，并且在过去的几年里对老挝的国家、政府和人民有过一定的帮助。所有的这些手续经过审批以后，最后需要老挝现任主席亲笔签字，您才可以正式加入老挝国籍。像那些说2-3万美金很快就能拿到老挝国籍的，您要鉴别他说的话的真假，其实非常简单，让他把他的所有证件拍照发给你，去查一下，一切就清楚了。当然，这里我不排除有些人真的是有本事、有门路，他能办到。但是，一般这种人他都不会告诉你他已经办到了，更不会说花了多少钱能办到。大部分在老挝加入老挝国籍的，都是在老挝生活工作很多年，在老挝这边有很多的资产。对于有些人从来没有来过老挝，如果想要移民，还是去了解那些移民国家，相对更合适一点。这里我就不多说了。节目的最后，我们还是一起来学习几句简单的老挝语口语。国籍 Sansa， 中国国籍 Sansa Jin， 老挝国籍 Sansa Lao， 在老挝永久居住 U Lao Thawon， 身份证巴巴占多，户口簿 Samanukwa， 华侨的那种红色户口本 Samanukwa Deng， 华侨党道。这里我说一下，不管你来到老挝5年、10年、20年，不是说你来到老挝你就是华侨，只有这种拥有华侨证的人才能称为华侨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。
老挝非你所想，带你了解一个真实的、不一样的老挝。拜拜，明天见。